當你身處嘅大廈發生火警，必須保持鎮定。喺安全同有把握嘅情況下，可以使用消防喉轆救火。記住，破、轉、拉、射4個步驟。破，打破火警中掣玻璃；轉，逆時針轉動開啟來水掣；拉，響消防喉轆絞盤拉出膠喉；射，開啟喉嘴掣，射向火嘅底部。咦？點解冇水嘅？萬一發現消防喉轆冇水嘅時候，可能係未打破火警中掣玻璃，又或者係未開啟來水掣。操作消防喉轆，謹記破、轉、拉、射4部曲。喺火警初起嘅時候，如果大家都識得運用大廈入面嘅消防裝置，喺安全情況下將火勢有效控制甚至撲熄，就能夠大大減低人命傷亡同財產損失。